藍潔瑛經驗了時代的清純之美，卻在55歲孤獨離世，連大佬名都唔敢講，揭開靚絕五台山被命運粉碎的唏噓一生。如果話80年代嘅香港娛樂圈係一個星光熠熠嘅五台山，藍潔瑛就係嗰座山上最耀眼、最清純嘅一粒明珠。當時嘅傳媒俾咗佢一個至今都冇人敢接手嘅封號——靚絕五台山。大家想象下，喺嗰個劉嘉玲、吳君如都仲係配角嘅年代，藍潔瑛一出道就係女主角。佢嗰雙好似識得講嘢嘅鳳眼，加埋一份倔強嘅英氣，令佢成為咗全香港男人嘅夢中情人。甚至連星爺、周星馳、梁朝偉都曾經喺佢嘅石榴裙下為之傾倒。但係點解呢位曾經企喺頂峰嘅天之驕女，最後會變成一個喺赤柱街頭流浪，靠領取綜援為生，甚至喺屋企孤獨離世幾日之後，先被隔離鄰舍發現嘅瘋婆子？到底係邊段往事徹底粉碎咗佢嘅靈魂？係因為嗰兩段令佢心碎，甚至令佢對人性失去信心嘅感情背叛，定係因為嗰個隱藏喺娛樂圈黑暗處，令佢到死都唔敢公開講出口嘅大佬名單？有人話佢係性格太過倔強，唔肯同世俗同流合污；亦有人話佢係因為入戲太深，將大時代玲姐嗰份悲劇命運帶入咗自己嘅現實人生。今日我哋唔係要消費佢嘅不幸，我想帶大家返去80年代嘅廣播道，重溫藍潔瑛最美嘅時光，同時一齊去一個答案，到底係邊對無形嘅黑手，將呢位靚絕五台山一步步推向毀滅嘅邊緣。睇完呢條片，你會發現藍潔瑛嘅一生比任何一部電視劇都要殘酷。第二段，靚絕五台山的傲慢與偏見，時間返到1983年。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第12期，呢一屆可以話係傳奇嘅搖籃，同學入面有劉嘉玲、吳君如、曾華倩，但喺咁多美女入面，藍潔瑛係最快跑出嗰個。當時嘅藍潔瑛清純到好似一滴晨露，但眼神入面又帶住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嘅冷傲。深入去睇，佢出道冇耐就已經同梁朝偉、劉德華呢啲一線男星合作，劇集一部接一部。喺影迷心目中，佢就係女神嘅代名詞；喺高層眼中，佢係最賺錢嘅搖錢樹。語氣轉為神秘，帶點惋惜。但係藍潔瑛同其他聽聽話話嘅女星唔同，佢嘅美係帶刺嘅。當時有無線高層要求佢簽一份長達5年嘅合約，但藍潔瑛覺得2年就夠。結果因為合約問題，佢經歷咗人生第一次雪藏。甚至喺影戲嘅時候，佢會因為怕熱唔肯拍古裝，會因為遲到而被公司扣人工。喺嗰個大台大晒嘅年代，藍潔瑛係極少數咁同公司唱反調嘅新人。袁念偉語氣放慢，有人話佢係耍大牌，但如果你了解佢，你會發現佢只係太過有原則。呢種性格令佢喺大時代飾演玲姐嘅時候，將嗰份對愛情嘅精烈、對邪惡嘅不屈演得入木三分。玲姐喺劇入面為咗一段冇結果嘅愛守候一生，最後死喺方進新嘅戒指之下。當時拍完呢場戲，藍潔瑛好耐都出唔到戲。佢曾經同朋友講過：我覺得玲姐嘅命運好似一早已經寫喺我嘅手掌紋入面。究竟係因為入戲太深影響咗佢嘅精神，定係因為佢呢份唔肯認命嘅性格得罪咗一啲佢根本惹唔起嘅勢力？當時正處於事業頂峰，被萬人追捧嘅佢，邊度會估到命運送俾佢嘅禮物背後竟然全部標好咗殘酷嘅代價？第三段，新加坡之謎與崩潰的開端。正當全香港都以為藍潔瑛會一直紅落去嘅時候，命運嘅齒輪突然發生咗一次毀滅性嘅轉向。90年代初，藍潔瑛去咗一趟新加坡探班，當時大家都以為呢只係一次普通嘅工作旅行，但無人諗到嗰短短嘅幾日，竟然成為咗佢人生嘅分水嶺。返到香港之後，身邊嘅朋友發現，原本愛笑愛靚嘅藍潔瑛變咗另一個人。佢開始變得很驚青，眼神充滿咗恐懼，甚至開始對住空氣講嘢，語氣轉為嚴肅，帶點憤怒。深入去睇，呢件案喺多年後先被揭開冰山一角。藍潔瑛喺一次傳媒訪問入面，親口講述咗一段發生喺新加坡令佢崩潰嘅往事。佢話當時有2位影壇大佬對佢進行咗侵犯。
但最令人心寒嘅係，即便佢喺鏡頭前講到聲淚俱下，全香港竟然冇一個人敢大聲問一句：嗰兩個人係邊個？點解當時嘅影視圈集體沉默？係因為嗰兩個名代表住可以隻手遮天嘅權力，定係因為大家覺得一個精神唔穩定嘅女人講嘅嘢唔足信？就在呢個靈魂傷口仲未愈合嘅時候，打擊接二連三，藍潔瑛最愛嘅父母相繼離世，兩任男友先後選擇以極端嘅方式離開人世。一連串嘅打擊，好似一疊重重嘅磚頭，終於壓垮咗呢個靚絕五台山嘅靈魂。1998年，佢喺淺水灣發生車禍，喺醫院入面，佢對住傳媒胡言亂語，呢個係大眾第一次見到佢瘋魔嘅一面。由嗰日開始，報章頭條唔再係佢嘅新戲，而係佢着住睡衣喺街頭遊蕩，眼神呆滯，不斷食煙嘅落魄樣。傳媒甚至俾咗佢一個極具侮辱性嘅名詞——四大癲王。大家試諗下，一個曾經連林青霞都要禮讓3分嘅天之驕女，點解會喺短短幾年內變成傳媒口中嘅笑話？到底嗰個大佬名單背後仲收埋咗幾多唔可以講嘅黑暗真相？第4段赤柱嘅孤獨與清冷的絕響，由千禧年開始，藍潔瑛嘅名字徹底由娛樂版搬咗去社會版。全香港都見過佢最落魄嘅樣，頭髮全白，坐喺赤柱廣場嘅長凳上面，不斷食煙，對住空氣自言自語。曾經靚絕五台山嘅五官，被歲月同藥物折磨到面目全非。當時嘅傳媒好冷血，佢哋好似睇馬戲咁，影低佢每一個狼狽嘅瞬間。但係深入去睇，喺呢份瘋癲嘅背後，藍潔瑛依然守住咗佢最後嘅骨氣。佢寧願領取幾千蚊嘅綜援，寧願喺赤柱過住清貧嘅生活，都唔肯去接受一啲帶有施捨性質或者要佢出賣隱私嘅工作。佢依然好愛乾淨，屋企雖然簡陋，但雜物擺放得整整齊齊。喺赤柱街坊嘅口中，佢唔係瘋婆子，而係一個非常有禮貌、會靜靜地睇書、會幫人執垃圾嘅藍小姐。2018年11月3日，赤柱馬坑村良馬樓傳出一陣異味。當消防員破門而入嘅時候，發現藍潔瑛倒臥喺浴室門口，已經離世多日，終年55歲。佢走嘅時候，身邊一個親人都冇，甚至連佢最後嘅時刻都係喺孤獨入面度過。最諷刺嘅係，直到佢死咗，嗰兩個曾經傷害過佢、毀咗佢一生嘅大佬，依然坐喺佢哋嘅權力寶座上面，冇受過法律嘅任何制裁。結尾升華呼應標題與 hook， 點解我哋到今日都仲要講藍潔瑛？係因為我哋懷念佢嘅美，定係因為我哋內疚？內疚當年呢個社會喺佢最需要幫助嘅時候，選擇咗旁觀同埋嘲笑。藍潔瑛嘅一生就好似佢喺大時代入面最中意嗰首歌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，佢用佢嘅清白同埋瘋魔，做咗呢個黑暗時代最倔強嘅證人。人生是夢，一切皆空。今日玲姐終於喺另一個世界返嗰隻屬於佢嘅戒指，返嗰份唔再受傷嘅平靜，而留俾我哋嘅係一個永遠都冇辦法彌補嘅時代遺憾。